的确啊，咱们那个剧场的观众朋友也非常热情啊，他们就是对你原来是学唱原派的，那么这次学唱京派，他们都有一些疑虑，都有一些看法。那么你是怎么认为的呢？我觉得《碧毡》本身是金彩芬老师的代表作，他在这部戏里面已经是非常成功的塑造了一个李秀英的角色。但作为我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呢，我觉得继承老师好的传统，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。我想，作为我是一个唱原派的演员，我觉得我没必要再把那么好的一个作品，那么好的唱腔再重新去改成原派。再说呢，作为我来说，一个演员能够多接触一些流派，比方说我在《红楼梦》里面也演唱了影派，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，应该是接触的多一点会更好一点。那作为一个青年演员来说，我想就像老一辈艺术家来说也好，他们肯定是吸收了很多外来的艺术、外来的流派以后呢，他们是慢慢的成为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一种流派。对我们。
子叫他去还情，那冤家子经不见好意，他犯奸。小对影不能爱满意吗？好，来看看张海林，你来谈谈。这个角色在周宝奎老师当年他非常成功的创造了这个人物形象，而且是家喻户晓，就是众所周知啊。因为然后再让我现在我再去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一种很大的压力。在我当初排这个戏的时候呢，我是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周宝奎老师来教我。哪怕是学老师那么一点点，我也是对老师的一种安慰啊。然后燕领导我们非常支持我，请来了周宝奎老师。他每次进排练场，年纪这么大，都是非常认真教我，然后就是汗流满面，为此我感到很感动。我就说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戏我一定要把它攻下来，因为我本来是唱老生的嘛，本来我的就是行当是张派老生，这次老旦呢，他这个陆氏这个角色呢，他虽说是老旦，但是他也有一点彩蛋的印子在里面，所以对我来讲也是更大的一种挑战。我就是说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把它攻下来，用我的心，用我的脑子，学到老师一点点东西。然后再用我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灵气。张海林啊，你原来是唱老生的，你怎么会又想到去监工这个老旦呢？戏曲嘛，就是说，虽说老生跟老旦，他那个唱腔跟那个手段身法步都是两样的。一个是很刚柔，一个是很柔软的。能不能举个例子呢？像这个老生的唱腔特点。好，行，我先唱一个老生的起调跟一个老旦的起调啊。老生的是比如说那个《二唐丧子》里面刘延昌的一个唱腔是他一个起板，真香啦不错，很刚劲，很有正手不好意思啊。然后是比如说这个老旦的唱腔呢，老旦是这次那个《碧玉簪》里面陆氏的一个，比如说西边我个西怪八杯就是说很那个区别比较大，一个是很刚柔的就是柔中带刚，一个呢就是说还有就是他的那个温柔的一面。所以这个方面对我自己来讲，我是一会儿男的，一会儿女的，现在是又做爹又做妈，这个日子真难过。宝慧啊，那么相对方亚芬和张海林来说呢，观众对您呢不是太熟悉啊。是的。那么这样吧，你先把自己介绍一下。我们三个人都是同学，戏校毕业的，87年戏校毕业的。那我在戏校里面呢是专攻小生，学唱陆派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呢还兼演虚声。这次我在《碧玉簪》当中演王玉玲的是那个唱的陆派。然后我们这次迎亲会演就是《红楼梦》吧，我在《红楼梦》里面演贾政，唱的是徐天虹老师的流派。那这对我来说呢，也是一种怎么说呢，锻炼的机会吧，也应该博采众长，应该说博采众长，对，开拓自己的戏路。
所以希望观众呢从这点开始能够认识我，知道我，然后呢支持我。母亲，娘啊！母亲她激动是一风啊妹，不要让我上流泪。今日她为我娘家去，二人是又要担心自己为。他定为娘家子一封，只可以一封情书将他陪，对此他冤家去冤家回，当时我流难流泪难请问啊请让你这种水晶杨花女，如我面目到王家来，今夜这人来的不等天明下人。你的心在大飞娘子，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哦，看看我自家来说。叫声就我的娘，真不娘俺娘做白娘。我个小新娘，媳妇姑娘侬是我个小飞娘，非心非非都是娘，老太婆杀不得那两块娘，媳妇啊侬尽快快来去扶啊扶，免得媳妇来听公公。中间的亏侬难为今朝，白白是来人情，侬可以回到西哎呀回到东，这口的贵的是红眼夫妇，媳妇侬三番不离，也是长远不足要去河上走。这种就叫一丝巴拉，我爹娘媳妇的好，真来个心中公不起风水，高明夫人与农村。